来继续来看中国，因的高考就亲像是台湾的大学联考，因为新冠病毒为6月延到7月。今仔日是考试的第一天，有超过7000万名的考生来参加。这是中国发生疫情以来上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，所以做真侪正严密、正顶真的防疫的措施。因为剩下率有8成，被网络称之为亚洲上大高考工厂的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，当年家长翻送考生的场面佫出现啊！有家长穿旗袍，希望讲囡仔伫考试中旗开得胜。最好我们的金榜题名嘛，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，当年伫6月举行的中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，今年延后1个月举行。这摆高考总共有1071万名考生，比去年增加40万人。这是疫情以来中国最大规模一摆集体活动。在疫情下办高考，考验地方防疫能力。中国教育部在考试前已经发布通知。提醒考生要做好防疫措施，考场嘛加强消毒。迄一天考生要先量体温，体温无超过37.3度才会使入考场。体温若无正常的考生，要先到备用隔离的考场考试。疫情较低风险的所在的考生，入到考场前要挂喙罨，坐好了后会使家己决定敢要继续挂喙罨。备用隔离的考场，甲中高风险地区的考生，喙罨要挂条条。